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言，语言言第三条。言本来是讲，敢若中毒共款，变做习惯性，若无做就足艰苦。落尾慢慢讲是去撒到一项物件，变做惯势，亲像是条例共款。若无做，感觉心肝头爱叫爱叫。像讲有人厌烟，有人厌酒。古早嘛有一个词，讲是厌鼻，心凉鼻透开的鼻，代表讲就爱啥物，像讲眼鼻即出去。另外，这字眼嘛有讲的意思，单讲眼头，万一直接讲一个人足眼的，意思是讲伊无巧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惯势用法，会甲袂做伙讲，像讲袂眼代表无爱。这字文音读做引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过眼，代表到开散开，就是介意一个物件一定爱做到底才会结束。像讲囡仔爱来才算，算甲过眼才要走。第二个词读做眼神高，这是一个动词，代表讲因为食薰食酒，或者是为了一项物件调落，这个镜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第一讲食薰分芳，伊就是较早食薰食伤过重，才会过眼。看伊即马要改，已经歹改，又搁伫咧眼神高啊！今仔日小解这一字眼，这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引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